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咁啊，歡迎翻到嚟我哋呢一段片嘅第二個部分《完璧歸趙》下回啦。咁樣咧，《完璧歸趙》嘅下回咧，咁啊地點咧就從趙國咧成功轉移去到秦國啦。我哋而家就一齊嚟睇下，藺相如帶住個和氏璧去到秦國之後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秦王坐章台見相如，咁啊秦王咧就喺章台，章台係咩地方咧？就係一啲休憩嘅地方，唔係一啲好正式嘅宮殿嚟嘅，係一啲娛樂嘅宮殿嚟嘅。咁就接見咗阿相如，相如捧璧奏秦王，咁咧捧咧就即係解手捧住個璧咁解啦，奏咧係進獻咁解，相如就捧住和氏璧獻咗俾秦王，秦王大喜，秦王咧十分高興啊！全以是美人及左右，咁啊美人咧喺度就係解自己啲妃嬪，左右咧即係搞一啲左右侍從，咁啊咧秦王咧就將和氏璧傳咗俾妃嬪同埋左右侍從睇啊！左右皆夫萬歲，左右嘅侍衛同埋臣子啊！呢度個左右大家留意，左右除咗係解侍從之外，都仲係解埋臣子咁解㗎。左右嘅侍衛同埋臣子咧都歡呼萬歲。喺度咧，其實我哋睇得到咧。秦王其實成個人咧都唔係話好重視趙國呢笪地方，佢喺一啲休憩嘅宮殿嗰度接見人哋國家嘅大使，二咧就係佢攞到個和氏璧之後，竟然傳俾妃嬪同埋啲侍衛睇。喂，你要知道，女人喺古代地位係好卑微㗎。更遑論係左右嗰啲侍衛，即係一啲非常之卑微嘅人，佢竟然將呢一個世界嘅共寶，一個世界珍寶和氏璧傳俾佢哋睇，你都會見到其實佢相當唔重視趙國嘅事跡，都相當唔重視趙國一笪地方，亦都係侮辱咗一塊和氏璧㗎。相如是秦王無意上召成啦，就係睇到佢嘅反應，相如就知道，哇喺章台見我，哇仲要傳俾即係左右同埋美人，肯定唔會俾15座城賜我啦。乃前曰，於是上前講：璧有瑕，請指示王。喂，大王啊，呢一個和氏璧上面有個斑點啊，又或者咧有啲地方呢個瑕係解瑕疵，反正咧就係有啲唔完美嘅地方啦。讓我指俾大王你看吧。王受璧受係交給秦王呢，將一個和氏璧交翻俾藺相如，相如因此璧卻立以柱，怒髮上衝冠。大家同我留意呢一句嘅動作描寫加肖像描寫，其實就好展現到相如嘅性格。咁不過相如性格如何，我哋留翻堂上分解，因為咧呢一篇文章咧係人物描寫文嚟㗎。究竟用嗰啲乜嘢人物描寫，凸顯咗一個人物有啲咩形象特點呢？其實係我哋要重點分析嘅部分。相如因持璧，因呢個字係接着咁解。相如咧就握住個和氏璧，卻立後退幾步，企喺度後退幾步，然之後企住咗喺度，以柱挨住個殿柱，怒髮上衝冠，冠係解帽子，即係話佢哇嬲到咧頭髮都直豎起嚟，頂住個帽啊！呢度用咗好誇張嘅手法去講佢個怒氣，成個 Angry Bird 咁樣話佢。謂秦王曰，跟住咧佢就對住秦王就話啦：大王欲得大王你想得到和氏璧，派人發書至
趙王，派人送信俾趙王。趙王識召群臣矣，趙王就即刻召集全體群臣嚟相與，皆曰秦貪。大家都話秦國係貪得無厭㗎。富其強，富呢一度嗱，之前嗰段影片咧都有個富字嘅，你哋幫我留意個富字點解？呢一度個富字咧又有第二個意思，其實咧佢係解憑藉或者倚仗，憑住自己咧國家嘅強大，以空言求璧，用空話嚟求取璧玉，想成恐不可得。底上嘅城池啊，恐怕我哋趙國得唔到啦。以不欲與秦璧，本身佢哋喺商議嘅期間啊，係唔打算將和氏璧俾秦國㗎。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，布衣喺度用咗借代，用黎民百姓佢哋身上面着嘅粗衣麻布，用佢哋嘅衣服去借代咗百姓一個群體。我認為啊，百姓之間嘅交往尚且不會互相欺騙，況大國乎？何況係大國呢？且以一璧之故，逆強秦之歡，不可。而且為咗一塊和氏璧嘅緣故，而逆違背強大嘅秦國，我哋之間歡係解歡心，喺度又可以解做友好嘅關係，即係違背咗我哋同你一個大國之間嘅友好關係，不可，係唔值得㗎。於是趙王乃齋戒5日，於是啊，我哋啊趙王啊齋戒咗足足5日，使臣捧璧，派遣我啊捧住和氏璧，拜送書於庭。拜係舉行禮儀，書係國書，庭係解國君聽政嘅地方，即係其實係一個正殿嚟㗎。嗱，呢一個庭同一開始講話秦王喺章台度接見嗰個章台係好唔一樣㗎。章台係娛樂性嘅宮殿，呢一個庭係解正殿咁解，係完全唔一樣嘅規格嚟㗎。咁啊，呢一度咧就講咧，就派我捧住啊和氏璧喺朝廷上邊舉行咗大禮，並送出國書。何者？點解要咁做啊？嫌大國之威以修敬也，嫌係尊重。咁點解我哋要齋戒5日，又喺朝廷上邊舉行大禮啊？係尊重你哋大國嘅威望，威係解威望，以示我哋嘅敬意啊。修敬係表示敬意咁解。今臣至，大王見臣列觀。喂，而家我咧作為趙國嘅使者嚟到你哋嘅國家啦，大王卻喺普通嘅便殿嚟接見我，禮節甚具。禮節甚具個具字係解傲慢，禮節十分傲慢。得到璧玉之後，傳之美人，就傳俾妃嬪睇，以戲弄臣，以此嚟戲弄我。喂，你當我係邊個啊？我啊係趙國正正經經嘅使者，你而家喺遊樂嘅便殿嗰度見我，不特止，仲要將個和氏璧傳俾班女人睇，你真係戲弄我啊！臣觀大王無意上趙王城邑，嗱，我睇大王你都係冇意思要將城邑抵償俾趙王㗎啦，故臣復取璧，呢個唔係讀復字啊，讀復字啊嚇，故臣復取璧，所以呢，我又將個和氏璧拎咗返嚟。大王必欲急臣，急係逼迫。大王如果一定要逼迫我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。嗱，
我而家個頭就即刻同埋呢塊和氏璧一齊撞喺碌柱上面，撞個粉碎。相如辭其璧睨柱，睨係斜視，係啦，斜目睨住個柱。咁啊，相如咧就握住個和氏璧，斜視住個電柱。欲以擊柱，準備咧就攞佢去撞柱噶啦。咁啊玉石俱焚啊，就係咁解啦。好，繼續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辭謝故請，召有司按圖。秦王呢就真係好鬼驚佢會撞爛咗個和氏璧，乃辭謝道歉啦，故堅決咁樣請求佢，哇！堅決咁樣請求佢唔好咁做啊！拜託你唔好咁做，仲即刻扮晒嘢咁樣召喚有司，有司就係掌管圖版嘅嗰啲官吏，按圖就指住咗個地圖，就咧。只從此以15刀預兆，就指住個地圖咧，就話嗱，由依度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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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依度，blah blah blah blah，話依15座城池啦，我話俾你哋趙國啦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詐陽謂與趙成，但係相如咧度係估計咁解，就估計秦王咧特指示詐陽係假裝。咁樣咧，相如咧就估計咧，秦王都只不過係用欺騙嘅手段假裝俾趙王成邑，實不可得。實際上咧，我哋都係冇可能得到呢15座城池噶。乃謂秦王曰，於是咧就同秦王講：和氏璧天下所共存寶也，共存係公認。和氏璧咧係天下公認嘅寶玉，趙王恐不敢不獻，趙王呢就怕咗秦國，唔敢進獻俾你哋。但係呢，我哋趙王送璧嘅時候，齋戒5日，齋戒咗足足5日，今大王亦宜齋戒5日。今日咧秦王你都應該要齋戒返5日，設九殯於庭。九殯係咩呢？即係最隆重嘅迎賓儀式啊！喺庭上設九殯之庭。臣乃敢上璧，咁我先至夠膽獻上璧玉俾你噃。九殯呢係解咩呢？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幅圖。咁其實呢，就係接見使節嘅最高嘅外交禮儀。咁樣呢，就由殿內呢向外排列。咁有9名嘅迎賓使者。咁相如呢，每經過一個迎賓使者，個迎賓使者呢就會大叫一聲：趙國使者論相如到。經過第2個嘅迎賓使者呢，佢哋又叫第2聲：趙國使者論相如到。如是且也，喺9聲嘅論相如到之後呢，論相如呢先至會正式咁樣行到去呢一個嘅正殿內，咁樣呢，就去同呢一個嘅秦王會面嘅。並且呢，亦都有史書記載呢，呢9聲係要點樣啊？一聲比一聲大，最後一聲呢，係震耳欲聾嘅聲音，係啦，成個殿呢都回盪住嗰個論相如到咁樣，俾大家都聽得好清楚。呢個係最高嘅迎賓禮節嚟嘅。我哋繼續睇翻篇文先啦嚇。秦王度之，秦王呢就估計終不可強奪，咁佢呢就估計咧都唔可以強行咁奪取噶啦，遂許齋5日，所以就應承咗齋戒5日。赦相如廣成傳，咁樣咧赦喺一度咧
就係安置動詞嚟嘅，就安置咗雙魚咧喺一個嘅廣城傳呢笪地方住落嚟。咁但係咧，雙魚都係度秦王衰齋，雙魚咧都係喺度估計，喂，秦王雖然肯齋戒5日啫喎，缺父曰不常食啦，個父字又出現啦，但個父字咧今次又係唔同嘅意思喎，所以咧呢個父字咧喺呢篇文度咧一詞多義㗎，個父字同大家留意啦，係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個父字都係唔同嘅意思，今次係解違背咁解，咁樣咧佢就估計咧最後尾秦王都係會違背信約㗎啦，唔會常承咧俾趙國嘅。乃使其從者衣褐，咁樣咧，從即係隨從，衣咧係解穿着咁解。呢個衣字咧本身應該係衣服名詞咁解，不過喺呢一句子裏邊咧，佢就名詞作動詞使用解穿着。咁佢咧就叫咗佢自己派咗佢嘅隨從啦，着上一啲嘅褐啦，褐係解粗衣短衫啦，就扮成平民咁啊！並且咧懷其璧，咁啊喺懷裏咧藏住和氏璧。從徑到亡，徑係小徑，亡係逃走，咁啊循住小路咧逃走，歸璧於趙，將璧玉咧送返去趙國嗰度啦。秦王齋戒5日後，乃設九賓禮於庭。秦王齋戒咗5日之後咧，就真係喺庭上面咧設咗九賓嘅禮儀。引趙使者論雙魚，引見趙國使者論雙魚。雙魚之謂秦王曰：嗱，雙魚咧已經偷偷地派人送走咗和氏璧。咁啊咧5日後佢上到去呢一個嘅正殿嘅時候咧，佢真係好大膽，佢竟然係劈頭第一句就鬧鬼人哋。鬧人哋不特止，仲要鬧人哋祖宗18代咁滯啊！咁我哋睇下佢講咩啦。秦自穆公以來20餘君，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。就話咧，秦國自穆公以嚟嘅20幾個國君啊，從來都冇堅守盟約嘅人啊！臣誠恐見欺於王而弗召。臣啊！真係好驚受大王嘅欺騙，誠係解確實，而弗召，弗係辜負，而辜負咗趙國啊！喺呢一度咧，其實佢又係用咗倒裝句，佢原本嘅句式應該係臣誠恐於王見欺咁解，咁喺呢一度咧，佢咧就係亦都係用咗個倒裝句去講呢一句説話啦。咁所以佢繼續講啦，故令人辭璧歸。所以咧，我已經叫咗人咧，帶住和氏璧咧，循住小路翻咗去趙國啦。間字趙耳，個間字係解循住個小路間道，字係翻到趙國啦咁解。且秦強如趙弱，而且況且而家秦國強大，而趙國弱小。大王遣一介之使自趙，大王啊，你只係派咗一個普通嘅使者去到趙國咋？趙立捧璧來，趙國就立刻捧璧朝來，送俾你哋。今以秦之強而先割15刀於趙，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？喂，而家憑住秦國嘅強大，你哋先割15座城俾趙國，趙國唔通就咁留住個和氏璧嚟得罪大王你咩？但係你冇咯，你都冇割15座城池俾我哋先，所以咧佢繼續就講啦。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，我咧就知道欺騙大王你一定要處死㗎啦。臣請就湯獲，就係接受。湯獲係古代10大酷刑之一，
就係烹煮嘅刑罰，就有一個大鍋，咁啊將個人等喺裏邊，加啲水，然之後就慢慢喺下邊加柴火就煮熟你，咁嗰個就湯鑊之刑啦。為大王與群臣熟計已之。嗱，而家我希望大王你同你嘅大臣熟係仔細咁解，仔細咁樣商議一件事，商議咩啊？商議湯鑊嗰件事，所以佢都真係好有吉事。夠膽一嚟就鬧人哋祖宗18代，鬧完之後就同佢講冇㗎，我送走咗個和氏璧啦，你湯鑊我啦。秦王與群臣相視而泣，泣字咧係發出又驚又怒嘅感嘆聲。咁啊咧，秦王同埋眾大臣咧面面相覷啊，發出又驚又怒嘅嘆聲。左右或欲引雙魚去，咁啊秦王嘅侍衛裏邊有人呢，就衝咗出嚟想拉雙魚出去用刑。秦王因曰，秦王於是就話啦：今殺雙魚終不能得璧也。而家殺咗個雙魚呢，終究得唔到和氏璧，而絕秦趙之歡，而斷絕咗呢秦國趙國嘅友好關係，不如因而口諭之，不如呢趁呢一個機會呢，好好地咁樣招待能雙魚，使歸趙。讓佢翻返去趙國，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棄秦耶？咁喺呢一度呢，就繼續講話落去啦。秦國難道會因為一塊璧玉嘅緣故而欺騙秦國咩？卒庭見雙魚，於是呢，卒係解於是，就喺庭上呢，就接見咗阿雙魚啦，不禮而歸之。典禮完畢咗之後呢，咁樣呢就送咗阿雙魚呢返去趙國啦。雙魚既歸，雙魚返到去趙國之後呢，趙王以為賢大夫，趙王呢就認為佢係一個有才德、有才能嘅大臣。使不辱於諸侯，咁樣呢，就令出使外國而喺諸侯面前呢唔受屈辱，拜雙魚為上大夫，咁所以呢，佢就任命雙魚為上大夫啦。最終秦亦不以城與趙，趙亦終不與秦璧。咁到最後呢，秦國當然係冇俾15座城池俾趙國啦。咁所以呢，趙國亦都始終冇將和氏璧俾咗秦國。咁樣所以雙魚呢都的而且確呢係做到呢一開始出使趙國，即係我哋呢嘅完璧歸趙上半部分，最後尾佢講嗰句城入趙而璧留秦，城不入，臣請完璧歸趙。佢就真係喺得唔到城池嘅情況之下，完璧歸趙咗啦。呢度呢就係完璧歸趙成個古仔啦。咁下一段片呢，我哋即將會睇嘅就係渑池之會嘅故事。我哋下一段片再見。